2010卷1第6題。咁某個經理係透過電郵附件呢，或者利用 FTP 應用軟件呢，就將檔案傳送俾佢客戶嘅。咁問題 A， 咁用 FTP 軟件有咩好處呢？咁第二個就係呢，用電郵附件有啲咩好處呢？咁答案就係 FTP 嘅好處係檔案就算好大嘅話呢，我哋都可以傳送到。咁但係而郵件呢，通常要有一個上限嘅。咁譬如10 MB 或者5 MB 咁啦，超過嘅話呢，就唔能夠呢就傳送到噶啦。咁而第二個呢，就係電郵附件有啲咩好處係好過 FTP 嘅呢？就係我哋可以利用呢個數碼簽署做個認證嘅。問題 B， 如果我哋將檔案係透過電郵附件傳送嘅時候呢，而且加埋個數碼證書，咁數碼證書嘅目的係乜嘢呢？咁答案就係可以確認到我哋寄郵件者嘅身份。數碼證書裏面儲存咗啲咩嘅密碼時呢？答案就係寄件者嘅公開時。除咗密碼時之外，咁仲有啲咩資料係會儲存喺呢個數碼證書上面嘅呢？咁答案就係發證機構個 CA 或者核證機關嘅名稱。